今日咧就返公司時咧就發覺公司側邊咧有間鋪頭咧就執咗笠。咁呢間鋪頭咧就係賣啲時裝嘅鋪。咁呢間鋪頭咧由開張到而家頭頭尾尾都係1個月鬆啲，就已經唔見咗啦。咁而家係咪香港生意真係咁難做咧？另外我試過見有一間咧就租咗鋪，有咗有，但係咧就又唔見開張喎。咁好快咧又轉咗第二間公司啦。咁而家究竟香港嘅生意係咪真係咁難做？做生意係咪真係咁辛苦咧？我話俾大家知，今時今日香港做生意真係好辛苦，好難做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想做生意咧，我奉勸大家一句説話，記住諗清楚，究竟你有冇本事，頭幾個1-2年係要守嘅，有冇咁資金去守住間公司，有冇咁能力去堅守呢樣工作？因為你頭1-2年咧會非常之辛苦，比打工咧，我相信會辛苦多5-6倍咁上下啦。好多時資金流動都係一個好大問題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要開鋪頭做生意咧，一定預留啲資金喺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好快3-2個月，甚至1年半載就會執笠。所以希望大家做生意時諗清楚，究竟自己有冇能力、有冇資金、有冇時間去做。OK。